祝大家健康快樂。切家你騰熱騰經節，所以呢個約翰熱第三節咁樣講到，隆重熱切坐上腰，就係拖過機，然後咧講係講摩機咧講摩熱樣條腰在射箭裏啲，隆重腰射箭裏啲就係拖過上帝所選嘅，上帝所出嘅，所有兄弟姊妹看啲射箭裏腰嘅啊。就係上帝所嚟嘅，冇上帝冇熱樣變生妖。約翰福音一第四節樣講到，在家嘅內中有生都係人類嘅公路，意思咪計呢？在耶穌基督裏啲人類得到有公路嘅路線嚟行，因為到時射箭你hết到，而家都行嗰啲暗嘅路，而家行嗰啲唔啲稀微嘅路，但係在耶穌基督內中有公路行，因為咧射箭你隆重透過佢坐上腰，天主嘅路而家得到公嘅路。然後一個經節一講是家啲約翰福音8:23節讓人講到，佢講本隆重是家啲，佢講你從你大下裏啲，我都從當過，你從呢射箭你嚟。我唔係從呢射箭而嚟，那上帝耶穌基督講出家啲，你隆重人類要都從射箭裏啲出射要嘅，佢講我都係從天堂派下出射要肉身，按照耶穌基督就係日人類分別嘅魔取，嗱佢從當個聽上帝嘅路，即刻唔係得到呢軟人處罰嘅路，即刻得到生嘅路，因為上帝一天帶即刻嘅靈。就係到天家嘅啲，天主耶穌嘅路，即刻得到快樂嘅路，得到喜樂嘅路。射箭你即刻得到嘅歡喜快樂，離開咗射箭，即刻得到勝利嘅路，就係天家天阿爸嘅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